早上我突然收到昨天未接电话和那个微信留言。昨天伊塔拉说要去转党人用错和神。昨天他们突然说要去转党人用错和打果，就是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嘞。今天是10月23号。他们今天早上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要问我借睡袋。他们要去转党人用错和神山，打果神山。然后我现在起来了以后才接到电话。不是昨天晚上的电话和留言，所以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赶过去跟他们一起去转，但他们要走路，要走几天了，现在不知道了。他们两个要直接走了，去转打果了。他们两个要去转山了，转神山了。现在早上6点钟开始走到现在。我在这里等他们吃饭了，吃一点，然后他们继续走。我也往前面开了，要转这个山。公里多少一达了？公里我不知道。100公里、200公里有了。大概有100公里。100公里估计不止了，3天嘛，1天50几公里走了，是吧？那200公里有啊。差不多200。差不多。
走了50公里了。怎么样嘛？弄东西吃吗？哦。吃饭拿东西嘛呢？我不知道你们东西怎么拿的。当心。帮你背背呢。把这个被子的话是到时候放在下面，拿起来方便一点的。啊，烧开水吗？开水还有吗？有，晚上烧嘛，可以吗？走的，楼坐。今天走了50公里了，今天23号。谢谢。今天走100公里，哇！太厉害了，你们！那2天到了嘞。不够，最少3天。对呀。啊。还有，不开玩笑，他一直往后面嘛，你看到了？要走公路嘛，是。走公路。走公路这么远。那怎么办？那你走路走到哪里我们碰得到吗？走路的话呢，看不到我们，对不对？你好好想一想吧。那个前面有一个车吗？宁国桥那里。不像后面有一个车，你要拍那个车，还有一个车嘛？后面还有一个车。后面还有一个车。宁国乡不到，有一个车，对吧？要往里走了，往里面走了。那里面能走吗？车子？车子能走，有路吗？油路。不是有路，路有。车子路有。但是我知道那个里面有个车，但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，我看不到你们。那我们要下山，然后
这么烧嘛呢？这样烧可以。风有的嘛可以，风没有那不行。用那个东西嘛。用了。好。我也带了。你也带了？对呀。哎呀。我们说的是外国的，你要给过来。有那娘子。2点开车的。什么意思嘛呢？看风大的，把盖子什么都吹走了嘞。他们走路今天走到这里了嘞，现在用牛粪煮水煮茶。然后这个糌粑，看一下这个酱的很厉害，厉害的。今天走了差不多60多公里了，你脚没事吗？没事啊。哦。呵呵，睡不着是呗？啊。刚嘞。啊。你还戴着眼镜干什么？看什么？看有没有虫子啊？
乱，看着，这年到了好，搞的。金边灯是怎么开吗？是他说。什么？金边没有灯吗？有灯没事的。这次，多少个主要是？到几点半？转山转，菜怎么不吃？啊？有，里面有。没有嘛？有。不吃，明天到了那就又浪费了，搞什么？出来嘛就吃饱嘛，吃好嘞，否则的话到时候麻烦了。吃到了，吃太多了。不多了，多什么多？不多不多，嗯。那这么大了，我怎么？所以就是说嘛，你在开玩笑嘛，我知道你。你们瓶子有没有嘛？有。水的瓶子有吗？有一个。有一个不够。你这会你调料里面不是有一个放酱油的吗？还有一点点嘛，倒掉，放一点水洗一下就可以了。没有水不行了。我之前在煮的时间长嘛，煮的。嗯。晚上出来水了。出来水了。啊？出来软的很。哦，那不行嘛，那。就是那说明鞋子不行嘛，那。你买的什么鞋子？谁买的嘛？
过有吗？不知道。这个背在肩上嘛，对吧？这个绑在腰里面，这个走路的时候紧一点的话呢，这个给紧一点的话，那就这样扣上了以后，这个可以缩短一点嘛。我因为大嘛，这样松一点，紧一点，松一点就这样拉出来就可以了。好过了。那走路的话不会晃来晃去嘛？绑紧就可以了。这里面放东西的，这个后面、下面也可以放，上面也可以放。一般放重的东西放上面，走路的时候舒服一点。这个打开，你看放完了以后把这个拉小一点就行了。太大的话，摇来摇去嘛。那会儿你用的时候，我给你弄。还要包吗？你们还要包吗？还要一个包吗？你怎么出鼻血了？怎么回事嘛？经常的吗？经常这样吗？啊！你要当。东西不要带太多哦。再多到时候走起来累得要命。还带这么多，这个太多了。不是带那个。啊，不带啊。啊。不是，这样套上面。放了，这样，这个防水的，不会湿的，下雨的话没事的。这个袋子你自己看，长的、短的你自己放一下嘛。啊，短的就这样拉一下，拉就行了。哦，对。给，这个绑在腰里面，它不会动了。就是你们东西看一下啊，丢了没，到时候找不到了啊。还有东西吗？就放车上。要带了，到时候万一没有信号，找不到我的。你放在这个袋子里，这里面有毛巾可以洗脸啊，知道吗？这里面毛巾还有袜子，放在这里面了啊。这个干净的袜子。你看。都可以，哎呀，充电宝什么的放这里，手机拿掉就行了，放在这个边上，手机拿出来。你看这个还可以绑一下，前面胸这前面不会动了。走路的话呢，
动来动去的话麻烦了。这样的。这，没事。哦。前面。松一点的话，自己放松一点，往上拉。这样。紧的话，它会动的话就这样。这个也一样。找爸看一下东西丢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东西都带了是吧？好。不烧了，这吧？不用。啊？不管。一直开的。哦。好了。那你们走，但是慢慢的，格里格里啊。灯够不够？这个灯够了吗？这个对吧？可以放在这里，看到吗？这样说开了以后说话就这样，手一轻的话就说话。东西想好都带了啊，吃的东西够了啊，到时候跑丢了的话可以吃一段时间啊。哦，这个。哦。当心啊，自己。灯不够的话，我给你们灯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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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们没事的。啊。给我什么？我也会找，但是你们找的话，走路时间长了，你告诉我在哪里，清清楚楚的可以了。哦。走路当心一点，脚。哦，就这样，再见啊。他们前面走了，现在6点17分，室外温度是-3度，他们要爬山，要爬很久。这也就是信仰啊。我问他，他是说，他说，我想的是这样，所以我要去走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也太牛了。这个山怎么爬嘛？昨天走了60多公里了。